来个大行路啊，来啥？我不去。给他行好，行好。哦，哦，这警署，哎呀，为这大警这休息，好，那阮呢，真看迄大庙咧，唔好。啊，你莫黑白讲啦，你啉酒醉啊？这是人的厝，你来讲庙啦。哎，十八歳啦，我哪有啉酒醉，我知的。哦，你有够醉啊咧！你连徛都徛袂知，王阮人甲你扶转来啊！啊，你佫讲你酒量足好诶，把你杯啊来捧起来咯，我干杯哈，安尼。我导阮囝囝办喜事啊，啊，恁遮亲戚逐个做好嘢。啉咯，当然嘛该干杯，我拜过袂用闹气啊。对啦对啦，阮爸爸哦，伊平常时哦，啉酒毋捌安尼啦，迄是因为讲今日吼足欢喜的，啊，才啉遮尔济啦，歹势。无要紧，无要紧。当总的啊。啊，知。啊，甲带亲家入去客房遐休困。啊对，拜骨大，来，我带你来房间休困。啊，免啦，什么休困，我都还袂酒醉咧，搁再讲，我有话要讲咧。有话要讲无要紧啊。明仔载吼，天光才讲来见。袂，迄明仔若天光酒摕要讲无啥会出来咧。亲家啊，啊，你有啥物话要讲，做你讲。吼，请嘛，迄是安尼啦，阮囝今日来遮，互恁招吼，啊，算计恁兜的人啊。我希望讲以后恁安尼爱甲疼惜，啊唔通爱着太了。亲家啊，你做你放心，你看我敢是参像迄款无明理的人。哦，安尼大夫讲正经的啦，阮囝今来恁遮吼，来互恁招，我甲这个囝尔我也真唔甘咧。啊，拜骨大诶，当你是你靠啥的啦？恁囝会当嫁来遮吼，会使讲足幸福的啦。而且恁囝行情有200万，这款的行情是逐口罩有的呢。我甲你保证好命啦，好命啦。啊，你要下棺材，我就是为了这200块咧艰苦心啦。哎呦，你免烦恼，做你放心啦。我甲你讲啦，有下官伫遮甲保护，我相信因母仔囝唔敢甲欺负啦。哦，当总的。啊，我知。啊，照你即马讲即句话的意思，毋着讲阮母仔囝会虐太多的咯。我昨仔吼，当时阵我啉淡薄仔酒，啥后白讲啦。我是讲以防万一啦。嘿啦，对啦。爸，我想哦，亲绝对毋是这种人啦，你放心啦。爸，你莫搁讲啊，我扶你来去休困啦。歹势吼，亲。亲，无遮万想拜托。来，位姐来，来，行好。我安尼是安怎？啉一个烧酒，你安尼唔愿哈？我讲哦，你目睭莫做遐大对甲看哦。我今日虽然是讲来遮互恁招嫁你做啊，但是我原来是查甫人，我有一个男性的尊严，你要甲尊重，知无？谢谢。你规路10点，我也无应到半句啊！你是搁咧怨叹啥嘿？你目睭结到大对甲甲看，我当作伫甲紧，我看袂爽啊！是。目睭也摆，莫叫阿对。唔对，我惊你安尼好无？好，会使。目睭都爱叫我安尼小小女仔咪安尼咪言，安尼对我才有一个尊敬啊。好。阮老爸哪会无看？恁老爸大概甲你共款啊，就酒醉红光去困啊。阮老爸若酒醉就可能啦，我有可能酒醉，我这人哪有生理酒醉哦？我爸来你，我常常要困去啊，房间伫倒？房间伫这边啊。房间伫迄边。迄间。系啊。答案你要困。等你大母人大母种，我哪会你会赢啊？哎呀，我袂啊，意思讲我甲伊爬入就对啦。下摆讲哦，从今以后你算我的差别哦，差别就是敢若使用人共款。
我今日要甲拗落地，我要困进前拢爱洗身躯，你要甲我捞烧水，烧水要拄啊40度度，明烧烧明的烧冷，知无？烧烧我会去烫着，烧冷我会去寒着，而且烧水我拢爱用浸的，浸到毛健康啦，开开了后你爱用个上好的迄款的迄地壳互我洗，啊我安尼有哪路，愈到尾我皮肤才油才白赞赞。哎，你是阮人，你较大，万项我拢顺利，安尼好无？免顺啊！这摆改变主意，袂见洗身躯，免困啊，免困啊！较闪，做我过。困的啦，困了。唔像死人，今仔日我顺利哦。明仔载等你来救醒的时阵，你就知死。爸啊，我是甲阮某请假1点钟尔啦。我若要搁送你去到车头遐吼，时间一定袂赴，等于说送到遮就好啦吼。对啦，但咱着嫁人的，就爱较听人的喙的吼。我一直爱甲你保重身体嘿。好啦，因为咱有共收200万的这个片金咧，所以我会放较软的。但是我会软中带硬，暗硬。那安尼阿爸就较放心啊啦。阿伯啊，无，嘛免叫阿伯，应该爱改喙吼，嘛免叫讲迄个排骨大。亲家讲啊，这你放心啦，阮虽然讲阮大小姐吼人较娇，嘛袂讲甲食落去啦，所以你放心啦。邓总经理啊，以后阮哥哥就爱请你多多的照顾吼。哦，若爱话你讲的话，就敢若圣旨咧。啊，你若圣旨一个出吼，我一定甲你做到到。等下，恁两个小姐休困一下，我甲有一寡事切的。好。邓总经理，下官在。我是恁什么人？你是我的驸马爷，所以我的使用人应该讲罗比在。罗比在。你这五官我甲认甲足清楚的。目睭会生目睭尖的人就是歹目，你知唔知？你一定要孝顺恁小妹啊！下官绝对唔敢孝想，淡薄仔有迄个意思啦。我跟你讲哦，我是恁大兄呢。你若咧孝顺阮小妹，就要搁经过我一关的，你知唔知？啊，所以对我较巴结的。对，那恁小妹代志我绝对会巴结你。但是驸马爷你唔通袂记咧。安怎？我家是敢若靠我尔呢。啊，对，我靠你尔对。所以讲你爱记了，大小姐若伫甲你欺负，敢若我会当甲你斗3工。啊，对。呀，若无你若无对我较好，我就来杏茶天花道，我就来徛关山看马相谈，到时阵看你要安怎。小驸马知。要紧，你若爱阮小妹，尽量做恁硬去配。好笑。加油！啊，你是咧讲啥？讲啊欢喜啦！我啦，代志拢切好势。好。对，啊，恁车头无熟吼，我带恁来去。好。来去遮。算讲，今仔才嫁人对不对？伊本来是讲3工了要甲伊带倒来厝，头顿去人请人，我看也免啦，安尼加麻烦的。啊，恁爸会通先条细条啊。好啦，爸，无你从今以后吼，伊都爱家己照顾家己。阿妹啊，你都爱吼，甲爸少照顾者，哎呦，你这整家拢入土你看。你到厝拢做工啊，我懂。好啦，无你家己都爱保重吼，你家己照顾家己身体好，无啥麻烦。为啥？再见。你家己要保重哦。再见。1点钟，你要到啊？剩3分钟尔。58秒、59秒、60秒，时间到。超过1秒、2秒、3秒、4秒、5秒，等下。你是目睭吐泪啊？我坐在这你无看哦？我有看。有看啥？咱免甲小姐问。啊，我是想讲，这内底衫裤换换，才出来，不然甲你开讲。免去，我拄则换一寡衫裤，摕洗洗咧。我查甫人啊，你叫我洗你咧做人的衫裤哈？你是我200万现金带来，我叫你洗你就爱洗。是，下女在。啊，从今以后我艰苦了。